交牧师已经第二年，伊要用我所做的拢为传录音的缘故来甲咱分享，今日的时间交牧师。感谢大家平安。昨年我接到一个消息，我接到的时，我就走去找家，我甲牧师娘讲，牧师娘，请你出来一下。然后牧师娘出来了，我说咱，阮拢靠。因为一个阮所熟悉足优秀的专家，伫一个大都市的内面上优秀的管风琴的专家，结束伊家己的生命，这是安怎样形容是袂好？因为太优秀。人佫够水，伊佫叫一个足出名的医生，声师，伫即款的当伫咧发光的年龄，突然结束家己。我将即个消息传转去温哥华捌伊的人，即几也无相信这样代志。我为着陪老爸，我辞去温哥华所有的务的工。后来我转来中基，因为中基义务部遮有需要，所以爱我过入来斗相待。有一日我接到电话讲，牧师某一个病房内面某一层需要你去来看者。我一个入去，一个19岁外的小姐，有够水，有够水。因为感情的刺激，啉巴拉瓜落去，规个肠全规个酥啊，揪起来，但是迄肠已经无法度通开。因为保罗伫即个遮伫咧讲，我若无传福音，我有知个啦。你会当深深体会这个传道者的心境吗？传道者，伊知影这世间有太侪阿索惊惶不安的人，伫每一个时阵，伫每一个年龄无共款的阶段，人都会拄着代志。即摆问题拄着代志的时，你行会过啊？你我咱定定拢会拄着艰难，拄着艰难，你今仔日若也坐伫遮，你感谢上帝讲，感谢主，互我行过。咱敢若亲像有大风大影，风海一个来，为人叫吹去，为人叫水流去，咱来感谢上帝讲，保守我安全度过。因为只要我若会当行过。真紧大风大雨会过去，我人也佫徛伫遮。亲像安尼，人生有真侪无共款的阶段，你拢会拄着代志。拄着代志的时，有信仰甲无信仰伫遐差别出来。拄着代志的时，你心内有上帝还是无上帝伫遐差别出来。你们讲阿免啊无？若无拄着迄样代志，逐个人拢共款，甚至。社会地位哪悬，收入哪悬的人，因会哪骄傲，但是拄着代志的时，甲我遐个人内心挡袂住。毋通想讲，我即仔袂歹，即仔袂歹，咱传统有一句话讲，挑歹安怎？所以人毋通伫因为少年的时安怎。毋通伫以前兴旺的时，然后看袂起别人，我会知人生是一个变化无定的旅程。所以，我即摆今年60，
原来阮家庭的人规个伫遮，囡仔来甲我庆祝我60年60岁啊呐。因为行到伫遮无简单。我讲行到伫遮无简单，我讲一个简单的路。我做牧师，我国校毕业就立志讲我要做牧师，家在我立志做牧师。若无我的人生一步一步我行袂过。我做牧师，我的老爸死，全台湾我找无一个人，通来甲我的老爸主持葬式，无人敢来。所以你毋捌看到一个牧师老爸死，每一项拢爱伊家己主持，因为无人敢来到现场。无一间教会，包括我来手中期，拢关。连你这你知影吗？人生若要拄着代志，我甲你讲，大人拢会。要问题当你拄着代志的时，你迄个时你有上帝伫内面啊无？伫迄个时你普通是有累积偌侪信仰的基础，若无亲像风吹草就袂走去。今仔伫遮有一个人，伊是一个传道者。现代有真侪教会拢讲宣教，我要讲，即个拢是错误的信仰甲神学。因为咱毋是咧宣教，对头到尾福音，圣经拢咧甲你讲传福音。上帝国运啊，你着悔改信福音。保罗对头到尾拢伫咧讲着福音，上帝听你，上帝要救你，上帝要保守你。只要你若真心活靠主，伊要牵你的手行过人生每一步。人会气杀上帝，上帝绝对袂气杀你。即世间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事情，拢有真侪真毋知要安怎样。伫迄个瞬间，若拄啊有人去将福音传互伊，迄个人拄啊伫迄个时间，别人真惊吓不安，有人突然互伊当笑出来。只要迄个笑若出来，笑声若出来，伊迄个念头就消失去了。即世间透有遐侪黑暗，因是敢若欠光明。才有人，伊真正会当牺牲家己私人的享受，牺牲家己私人的环境，然后到全世界各所在，用上帝互伊的恩赐，伊要互人欢喜，伊要互人笑声，因为伫笑声甲喜乐的中间，会赶散所有这黑暗、忧愁、绝望，然后背后直咧传福音。我想，咱今仔日伫即个短短的时间，我无要去加讲话。我干那要讲一项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耶稣讲福音是白白互咱，白白得到就爱安怎？白白互人。即摆问题是，你到即句你真正心内你有一个传福音吗无？你有一个意义传达好消息，互身边有真侪惊吓、不安、孤独的人啊无？啊是你得到真侪恩惠，得到真侪人的疼，然后你拢怎啊？摕入来了，家己锁条的，摕入来了，毋捌分出去。我甲你讲，那以前咱伫咧美湾吼，美湾的时代，即摆物件摕来到你啊，你怎啊？甲人客当恁兜无分出去，你犯着啥物罪？侵占罪。咱旧年送一个47岁去到乌干达，那摩西牧师传互我，伊证明讲牧师恁英国教会遐来的物件，阮已经分出去乌干达，然后佫叫南苏丹遐的，阮拢完成了。因为咱互因的物件白白得到，因若无分出去，因拢犯着侵占罪，咱分着偌侪基督徒。咱的人生，咱毋捌来分互人。咱上帝，你遮尔疼我，爸爸妈妈遮尔疼我，即个社会遮尔真侪资源，我逐礼拜我来教会享受偌侪人的疼甲关心，然后我从来毋捌互人。这伫上英上是一个侵占罪。伫即个遮，我想，
这是我请甲电话运起来好不好？拢互伊印好，然后咱伫祈祷的中间，咱来回想，咱家己来三个祈祷。先来主上帝，我感谢，感谢你真正真听我，感谢这世间，你予我有这个机会来行一逝。人生的旅程，人咧讲是苦海，总是阮恳求主上帝的命运。互阮会当伫耶稣基督的恩典内面看见，毋是苦海，连见到是上帝互阮的恩典。只要阮会当甲上帝牵条条，只要阮会当常常伫遮伫咧用心来念着上帝的恩典，上帝要赏赐阮困难亲像鹰鸟飞悬，伫搁较暗怎样出的艰难的环境，只要阮有信心，就看见愿望。只要阮有信心，会当看见愿望，阮就要看见上帝伫背后真正伫咧保管，然后行过这条人生美妙多彩的路径。这个时，我要感谢伫这世间有偌济人，亲像阿伯拉罕的呼召，离开因的民族、分享老爸的家，到伫逐所在，你就是要甲这个好消息传播出去，互忧伤的人会当看见得到快乐，互绝望的人会当看见愿望，互心碎的人会当得到平安甲欢喜。上帝啊，阮感谢有遮个人，中华有这个福音，是因为兰医生因的家族；台湾有这个福音的领导，是因为早前遐个宣教师，今仔日。我嘛要欢迎一个传福音的勇士，伫阮的中间分享伊的生命甲见证。阮伫你的面前讲，主啊，别人会使，我嘛会使；别人愿意，我嘛愿意。别人会当放落因所有的边盘，阮城市也阁拢为着家己在活。愿主的命运嘛启发阮。互阮还阁活地时会当做一寡什么代志？阮若袂当家己伫遐，阮会当献钱伫遐，阮会当用鼓励声伫遐，阮会当用破声，阮会当用足侪无共款的方式来支持福音。若到伫倒位，遐个人就有改变，迄个所在必是着光温。啊，阮会欢喜的心，将阮本身甲即个教会，甲将中华即个都市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上帝施恩赐福。互台湾有平安，付出耶稣的名。
来，咱把它吹落去。Uncle Farmer. Uncle Farmer comes. Okay.
你也到了。聪明，听说你们台湾很聪明的。Hello， 我名字叫扣子叔叔。听有不？有。今天很开心来到这里哦，你们开心不开心啊？开心。我来到上帝的家哈，跟弟兄姐妹一起集合哈，是一件很开心的一件事，对吗？对。要把那些愁眉苦脸呢，一切的烦恼呢，暂时放在外面，不要让它进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哈，来到那殿中呢，要充满什么呢？充满了什么啊？充满了喜乐，因为你的喜乐能够感染心地也来哈，所以呢要常常的笑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喜乐的心呢，乃是不是西药哦，也不是中药哦，这意思呢，对不起了，也不是什么草药啊，乃是良药，医治我的内心啊。今天呢，为了读书了，我也拿乐器来给你们呈现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早上好像有点不一样哦，平常来聚会样子会不一样，今天早上好像有点特别哦，是哈？为什么很特别？因为新鲜了嘛，新鲜的东西，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很注意哈。到底这个小丑其实也不小啦，我是哪张？问题照。喂，这样你就机會啦，無可能啦，我真知啦，是做一半路啦啊，比對嚟啦，個背面就對咗啦，哦，樂器，我從遙遠來，帶着樂器來，我從馬來西亞哈，馬來西亞很遠啊，坐飛機來的，坐飛機來啊，真的是。现在传福音呢很方便，都不要去什么旅行社，在自己的家点一下，票就买了啊，
对啊，那很方便嘛。所以呢，就让我们呢有这个机会，上帝制造很多的机会呢，让我们呢能够把这个好消息传遍。阿门。阿门。你讲啊，不是我讲啊。听说台湾有点热，就是很多那些蚊子会飞出来，都要准备好吧？现在打苍蝇，飞得很高了，没问题，这姐姐好来，对，就是这个。上帝很奇妙的哦，很多时候他会拣选呢那些最卑微、最小的。来让人看到上帝的作为。什么东东？给你口气。因为耶稣爱我，所以呢，我要将这份爱呢跟我身边的人讲。我第一个信主哦，对，頭幾年信耶穌，第一個當媽媽是拜拜嘅，之前我唔信耶穌，我阿弟到香港去拜拜，但是後來信了主過後呢，我回去跟我媽媽講，這份興奮的所得着的這個極大的禮物，上帝的愛，就跟他分享。1年、2年、3年、4年，在教會聽到什麼就跟他講哈。終於有一天，好了，我走進教會啊，跟我去教會，在教會聽到布道會的時候信耶穌，我的安慰哦，我看到我媽媽信耶穌，後來我的哥哥、我的妹妹信了主最後呢，最顽固的還是我的爸爸，他們是老頭子比較難信耶穌，但是最後的時候呢，他信了主不到1個星期就拜拜回去家了。OK， 那不小的啊，还有重的，刚才是baby哈，这个是宝，不一样的乐器哈，我们就想这个乐器在我们的生命，只要的音乐出来呢，人家听了都会听得很开心，或者听得很忧伤，我们的生命的选区的音乐哈会发出来嘛。这个叫做卡住，跟我们讲卡住，不是卡住，是卡住，卡住笔哈，这个从美国 ，Made in USA，Made in China。
无声诶！再来。打住！打住！唱一首我的朋友制造的这首歌，马来西亚。不知道台湾流行不流行？但这首歌呢，好像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都在唱。新加坡来新加坡，新加坡，新加坡来新加坡，新加坡，拜拜拜拜上拜西拜罗拜了新年快，新加坡来新加坡，新加坡，新加坡好不好？新加坡来新加坡，新加坡。新加坡，来新加坡，新加坡，拜拜拜喜拜罗拜啦，新年快，新加坡，来新加坡，新加坡，新加坡，来新加坡，新加坡。亚洲真是好。因为他的好，就能得着他力量，来到处跟分享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人就好像迷路的人。偏行己路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，都以为这些羊都是有问题的。羊很温柔哈，很容易被管辖，你带它去哪里，它跟着去的。在我的太太呢，每次跟我那个3个儿子说呢，你们啊不要做傻傻的小羊啊，不要像个小绵羊这样，什么事都不懂啊，要谨慎一点啊。最重要的是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。哦，原来羊需要什么呢？牧羊人哈，牧者来带。羊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就是很多毛。最主要的羊啊，它能够预防自己有什么危险呢？很
重要的就是它的耳朵。羊的耳朵来做什么呢？听啊，听什么呢？哎，有什么危险啊？有什么野狼来啊？他们也叉叉在那边，不像兔子哦。兔子讲惊哦，一听到声音的时候就马上啊，它不会。被兔吃了，在肚子里面也不知道。我们就是上帝宝贝的。耶稣来到人间是要寻找什么呢？他的宝贵的羊。羊有好多种哈，有年轻的羊，有好远好远的羊，这个在楼上哈，哎，穿红衣的，就这个，哎，他也有，哦，哎，但是有些羊呢，性格不一样，颜色都不一样，所以有点问题了哈。还不觉得，还不用紧啊。有时候，这个羊哈，这个顽固的羊哈，这个脚，跟其他的不一样，不乖不听话，但是呢，也是上帝保护的。为什么这些羊都这么宝贵呢？起初，上帝爱，因为爱的缘故呢，给他的形象造。我们有上帝的 DNA， 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爱的缘故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，圣洁的爱，真的是很难去理解。有了这个爱的时候呢，生命就不一样。因为他来爱我们了，叫他形象造我们了。他的心意就是要他所爱的，能够听到他的声音。你们有多少只耳朵？都有2个啊，不是这边近那边触哦。啊，是有2个耳朵，让我们 in case 这边听不到。还有另外一个，啊，听了过后，不只是进入你的头脑啊，进入你的心，顺服。但是很多时候，人就是不听话，有时候也不是他们的错，有些人真的是没法子，在那种环境没有办法听到神。在那种环境，还有中东那种环境，这样的风俗，他们没办法，不是他们坏，为什么他们不听？是没办法。我跟你说哦，不管你是哪一种羊，或者离开上帝的，违背他的，上帝没有关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
神爱世人啊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。耶稣到各处各城呼唤，圣经说呢，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。那耶稣已经升天了哦，对吧？谁来代替耶稣？就是你，你能够到的地方，我能够去的地方都不一样。但是你就是耶稣的代表。耶稣从上帝来，要拯救我们，寻找那些是上帝，让他们能够归回上帝那里去。虽然他们多，但是耶稣的爱能够多于我们的上帝的爱。得时不得时，不要去传啊。得时不得时都要讲啊！他们要听啊，听什么呢？福音的好消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，叫一切信的就能够得救。不是你的多厉害讲，不是你的多厉害传，是福音而已。我们祷告。上帝托付给你的，你有你的羊要去找，我有我的羊要去找。那找到了以后呢，就跟他们说，上帝爱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他的爱都环绕着你。耶稣说，我的羊懂得我的声音。当那牧羊的人在叫的时候，属于他的羊一听到就会怎样呢？就会回应。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上帝的羊？每次你在叫的时候，某某姐妹、某某弟兄，你的先生需要耶稣啊，你的孩子需要上帝的爱啊，你远方的亲人啊需要听到福音啊。你听到了吗？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表现节目邀请来信耶稣啊，来我们的教会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说你要去，你要去，不是叫他们来，你要出去。耶稣到各处各城去寻去找。今天早上，他们也能够回应耶稣的教导，就去找。很多世上的羊需要听见，很多世上的羊需要你去带，很多世上的羊从来没有办法，没有机会像你们每一天早晨，或者是每个礼拜来到这里听福音。这时刻，要把两个手合起来，闭上我的眼睛。向着我们的这个大牧人，我们的耶稣，向他求，耶稣啊，你帮助我，我没有口才，我没有胆量，但是你加给我这个力量，加
这个口才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知道讲的时候，圣灵会帮助你的。我们不知道讲说的时候，上帝会把话语放在你的口的，只要你愿意顺服。顺服就蒙福啊！我让他听到我的声音。你呼唤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也听到你的声音。你呼唤他的时候，他就会亲近。上帝真的爱我们。耶稣基督，我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满满的加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一切的恩典停留在我们的生命而已，我们愿意将它流出去，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。主啊，你帮助在座的弟兄姐妹，让他们能够听到你的心声，听到你的呼唤。我能够找谁呢？我能够差派谁呢？我盼望今天早晨你能够回应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差遣我吧。主啊，我在这里，差遣我吧。基督徒是一世人受教，爱去传福音的人。自从你成做上帝的囝了后，每一个人咱都有同款的名，这个名，这个身份叫做基督徒，意思是耶稣的门徒。耶稣讲：“我将天顶地所有的权柄拢，上帝拢天地拢授予我，我嘛将这个权柄授权予你。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领受这个救恩，咱就要考虑别个所在。会记，伫咱的身边有太侪人，伊真正无迄个福分，领受这款的信息。请问，即马台湾进入什么月份？几月？几月？大家人会惊袂惊？会惊袂惊？啊，你会惊袂惊？你袂惊别人行甲鼻鼻喘？是安怎？你甲我咱袂惊？因为咱的心内有上帝，因为你我咱的心内已经得到主耶稣基督是个救恩，所以耶稣讲：既然伫我内面的，我要收出恁平安。好，我的主耶稣对伊学生拄着的时，来讲一句话是讲：愿恁平安。所以这世间也阁有真多艰难，这世间真正有鬼。但是基督徒，咱做耶稣的学生的是安怎？你我咱毋惊，因为咱对耶稣基督领受就有平安，是对上帝来。上望，咱来对咱身边的人，互相拍一个手讲，愿你平安，好无？愿你操后壁的人，愿你平安。因为咱逐个人，咱拢伫咧享受上帝伫耶稣基督互咱的平安。即摆问题是，因为兄弟，你我咱有即个平安全留咧吗？外口的人惊到鼻鼻喘，咱全留咧吗？耶稣讲，有做我学生，你甲即个平安传出去，因为即世间需要。然后愿主的恩典伫咱的内面，咱诚做一个受欢喜、受济，毋是咧宣教，咱是咧传啥物？福音。耶稣基督福音的源头，咱甲咱的陈先生，伊若转去到马来西亚，伊就是佫屈伫教会内面做教会主任的老师。
所以，逐个人伊一年有半年以上伫外口，到全世界咧走，转来到你家己的教会，伊就搁伫教会做主日的老师，是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咱真感谢，咱来拍一个鼓，我来好不好？好，阿哥们，就是他们这边，阿爷爷等下咱将来接到线，咱有规条路会当走。请咱若会当，咱阁留伫遮，赵牧师等下来伫遮，赵牧师伫8楼。然后等下咱有医生，可能伫这个遮伫咧甲咱讲，就干细胞的代志，真要紧，未来干细胞非常要紧的一个问题。然后迄个 Uncle Barton， 伊会落去楼去组一个老师，组一个学生，组一个家长，做一寡福音的方法，咱三家来祈祷。最后所讲多谢，我讲有这个福分。已经活伫福音的内面，已经活伫恩典的内面的人，我唔甘甲即个家己留咧用。若无我是称赞上帝的恩光，若无我是称赞上帝的救恩，由你互我会当成做一个分享的人。我要开我的嘴传播，我要出我的钱三角来支持，互逐所在的人真正已经咧传福音，因拢无欠亏。愿上帝使阮祝福伫台湾，特别伫即个月份。互基督徒真正会当成做一个介绍，将平安介绍出去的人。我伫你的面前祈祷感谢，愿你赐我今仔日的敬拜。愿我每一个人伫你的面前做一个告白讲，主啊，多谢你将这份平安赏赐阮。主啊，阮多谢你已经伫你的名带阮入来做上帝的囝，这是何等荣耀的身份。愿台湾每一个人、每一个角落，拢有基督徒伫安尼传播这个好消息，靠主耶稣的名。